國語境文化與地域境文化在解決衝突方面的差異，文化和溝通方式對我們喺社會中的關係和互動有咗重要影響。人類學家愛德華霍耶 Edward Hall 提出的國語境文化和地域境文化的概念，是基於每種文化在身世溝通方式上的隱性或線性程度。這不僅僅係語言上的差異，它係思維方式、人際關係、組織文化和教育等許多領域都造成了重要差異。在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中，了解這些文化差異對於良好的溝通與合作至關重要。在國語境文化中，隱含意義和非語言元素喺溝通中發揮咗重要作用。語境、背景身世、情緒和信任比語言更重要。這些文化是用大量簡潔和含蓄的語言，重視長期關係。例如漢語中的家，其實可能唔係一個簡單的肯定，而是喺考慮到對方嘅情況下的接受，或者是考慮到社會關係的模棱兩可的同意。過於自己也可能被認為是不禮貌嘅，人們希望對方會根據上下文自己理解。在國語境文化中，人們重視長期關係，包括家人的朋友和同事。這與他們的群體性有關，他們傾向於將群體陷入置於個人之上。關係越深，人們就越認為不用說話就能理解對方的意圖。典型的國語境文化包括東亞、韓國、日本、中國、中東、沙特阿拉伯、伊朗和南美、墨西哥、巴西。這些文化深深植根於傳統和歷史，具有強烈的集體認同感和以關係為中心的思維方式。另一方面，地域境文化中是清晰的語言表達和直截了當的交流。地域境文化強調直接具體的語言，是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。例如，當你說不的時候，你就係認真的，對方解釋的語地較少。語言也是和同學協議的基礎，因此文件證據是必不可少的。地域境文化是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，人際關係往往是短期的，以目標為導向的。與新人建立聯繫並不困難，通過合同、規則和法律文件來保證比建立新人更重要。典型的地域境文化包括美國、德國、瑞士、英國和北歐國家、瑞典、丹麥和挪威。這些文化中是透明度和銷路，強調清晰的表達和邏輯思維，以減少不必要的誤解。國語境文化和地域境文化嘅差異體現在商業談判、教育和解決衝突等多個領域。喺國語境文化中，新人喺商務談判中非常重要。喺簽訂合同之前，多次會面並建立友好關係至關重要。相比之下，喺地域境文化中，合同本身就係新人的基礎，因此具體條款和法律保證更為重要。差異還體現在我們的教學方式上。在國語境文化中，學生可能被鼓勵安靜地傾聽和了解背景，而不是積極地提問；而在地域境文化中，提問和辯論被視為學習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學生被鼓勵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，解決衝突的方式也存在差異。喺國語境文化中，衝突往往通過微妙嘅方式，而不是公開表達嚟化解。但喺地域境文化中，直接討論和解決衝突更為常見。了解這些文化差異，對於在全球化環境中實現良好的溝通與合作至關重要。認識到國語境文化和地域境文化之間的差異，尊重對方的溝通方式，我們就能更有效地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關係。這樣就能在全球社會中成功互動，並加強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合作。了解文化差異不僅能對個人產生積極影響，也能對組織和整個社會產生積極影響。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和交流的環境中，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異係促進合作與創新的重要因素。通過這樣做，我們可以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全球社會，更好地理解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，並與他們進行有效的溝通。謝謝。